台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港界，一户二路3万家4宝岛。今仔日来到宝岛市啊，我甲你讲，宝岛过去有3员，一个叫做警备人员，一个叫教员，一个叫肉圆。但是今仔日无要来食肉圆，毋是啦，阮节目结束了后再来食肉圆，要带你来食豆花甲豆仔的故事。这个人算做咱宝岛镇的传奇人物，在这个传统市场内面做一个哇，即摆现代性的这种豆花店，伊毋但种豆花，豆啊，而且用种奇怪，嘛毋是讲奇怪，真自然的农法来种豆啊，来听伊的故事。哦，陈哥来食看嘛，这豆花，这是弓箭，这吼你等下几天？我今年转来哦，要第8档，要第9档啊。这豆花无共款，无共款。咱外口吼，一般食豆花嘛，就食起来，咱就讲哦，甜甜凉凉冰冰。反正咱这豆啊吼，咱是台湾家己种，所以你食下这豆的香气，甲咱豆花吼，迄口感吼，无共款。我感觉吼，油质，有伫个，吼，啊，毋是迄个足油的，拄拄啊好，这是啥物种？咱这个品种叫高雄选10号，高雄选10号，高雄选10号，对。啊，伊这款豆啊，就是讲伊豆的香气，咱无论来是讲要做豆奶啊、做豆花、甲做豆腐，拢做适合。做啥物拢可以。就是咱台湾算国产的黄豆，算做主要的一个品种。你当然宝岛，你哪会想讲你来选种豆啊？无了布产，无了做什么其他，哪会选着豆啊？是，迄其实是讲我当初啊，搁在做工课的时阵啊，因为我读物理的，我伫迄个人即马讲高科技产业啦，我较做半导体的，啊，迄时阵就是讲周末的时阵吼，放假时拢带小朋友去做一个自然农场，啊，接触了就感觉讲，对啊。为什么是自然农场看到物件？跟我小时候吼做囡仔时阵，伫咧田庄看的无共。较早是田庄，大家拢时代咧种植时，拢会转叶啊什么。但是这些自然农场咧无呢。啊，我咧想讲，啊，我若有机会吼来做这个代志时，咱敢有用这个方法啊，等来咱的厝里的家乡。好，这自然农法，伊这个做秀明的，这戆的啦。咱掠糖毒草伊就安尼规项公干的。那真麻烦呢，就麻烦。不能公顷呢，买命哦。系啊，无因为囡仔吼，我有四个小朋友嘛，爱养家。好输用哦，无啦，我真厉害着。其实我迄时呢想法足简单啦，咱若甲做1分2分，其实这无什么经济规模。无量。嘿，啊，咱既然讲希望无论讲照顾到土地啊，照顾到咱其他身旁朋友的身体健康，提供好的食物，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产量。开始就慢慢来讲，从开始啦，讲实在讲袂晓，一开始就甲种7分啦。啊，头前3年啊，真正拢唔知，拢收无啦。系啊，就迄若我切腹自杀，无啦。啊，迄个可能无来是。无啦，迄时就讲啊，个为迄个科技业拄啊离开嘛，啊个积蓄嘛，迄老本啦，差不多内容。但是你那选的，这葡萄枝啊，这葡萄枝啊，2003年才种建哦。对。因火灾啊种建。然后，刚你03下这年创始的年对还是03的年对？啊，你来跟来食？啊，什么跟来食？我小时候以前对这印象做深的。小时候，然后细汉做囡仔先来食吼，这做老血的，内底吼，入来你迄囡仔手也无看好，黑啊白揪揪，对，囡仔老高伊。啊，这两边边迄单位吼满，生意足好的。啊，我等来了后有几届来讲，奇怪，哪会安尼？整理了比较早更较水哦，环境比较早更较好，但是哪拢无人。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个想法，就讲，像咱来无人，我来思考啊。我后来知影讲，因为即马大家的消费习惯拢转去迄个卖场，无，
较方便嘛。啊，传统市场较无人。啊，另外一个我想讲，虽然讲伊即摆传统市场无人，但是咱咧做豆啊，做这个豆花的代志，甲人搬来食，环境就好啊，对不？好，无人就是咱的机会啊，对不？大概是这个想法啦，而且讲如入无人之地嘛，吼。对，开一家这个旗舰店的概念。啊，其实你做事的单位呢？大户，我大户。哦，这种够力啊！四个摊位，我组起了后，就小可甲设计一下，吼，含这个空间有融合啦，吼，大概是这个想法啦。因为我本身就宝岛人嘛，所以我想讲，咱做这个代志，总讲对咱家己好，啊对市场发展好，对地方嘛好，安尼是拢就好，三好啦。啊，佫一个问题，恁太太是平常时是甲你到园内内面，还是在恁家过头？恁安怎分工？安怎分工哦？平常太太工课做细啦，园里爱做啦，厝里爱做，囡仔爱顾啊。哦，就好用的。我现在哦，这间店主要是安尼，阮开这间店主要是要找到这咱要返乡的青年。你要返乡的青年啊，还是讲地方妈妈，你也要找工课。啊，你总讲，都回来的时阵啊，吼，总在一个地方开始。我那导我讲，这是可以让你开始的地方。你可以在这边学经营，你也可以在这边来学技术。所以，反正朋友，你唔通掠做讲，我是带人来才食豆花啊，尔啦。咱这是咧做地方创新啦。对，地方创新。哦，对。而且伊个讲吼，佮办运动会啦。运动会。是园个内面办运动会，你敢有看过？对。哦，啊，佮有阿公阿嬷吼。不管是什么年龄的来遮，佮实用教育。实用教育。哦，教人做豆花。对。上面就插啦。对啊。人工手背范围很宽广啊，从小朋友一直到乐龄的长辈，全部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因为每个人都要吃，每个人都需要健康啊，然后对于家乡的爱护都是一样。但是哦，这也引出一个问题，就是讲，即摆少年的最浓缩的人，是，其实。看到的唔那是最浓而已，是，爱看去到地方的事务，看去到实用教育，啊，佮产销，对，市场，佮市场，啊，产销，所以你要做保久的豆奶，对，鲜豆奶也有吗？有啊，工厂的都是新鲜的啊，有新鲜的、冷链的，对，哦，啊有青豆的，对，哦，啊有乌豆，对。吼，啊，佮这豆花，来，我来讲，这教你一个内行开，是，这唔是透粉的，你看，这有酒糠啊，有无？这个真正豆啊落去硬。对，冲落去，伊就是它有气孔。哦，你咧食豆花食这种，你咧去食迄种啊咪啊，拢安尼白，啊你咧注意。哦，咱嘛莫讲别人歹，哦，啊这你就知影迄个芳气。才会知影讲，啊无你就去食鸡，像咩粉粿啊，食这同款啊。对。但是吼，伊这，你看这个红豆，这紫米。哦，这不是红豆哦，这紫米哦。Q 米。所以哦，来报道时啊，你若大家妈去订南宫，离家就好偌近。行过啊2分钟后壁。有没有？哦，你看软心嘛，来遮食豆花，但是你来了解这个人，这个光景吼，就这样带咱来伊个园内面来运动会。运动会，是。啊，佮其他吼，你转来到故乡，对。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你，好，就是讲，你安怎说服要斗阵即寡做惯行的，做农事的人，来甲你做伙来做这种工作。其实是无简单啦，因为我但是讲无简单嘛无简单，讲足简单嘛足简单。农民啊，大家种田为着啥物？是要趁钱，是要趁无用啦。所以你也甲讲，你也减全药啊，莫用药啊，继续更较好。伊会惊讲，哎呦，安尼会使哦。但是有一点，你两个斗相共，就是讲，啊，万一有拄着虫、拄着病害的时阵。啊，草要治，要哪处理？你也会好度甲教，我甲你讲，农民伊减全药啊，对不？你减药啊钱、工钱，对不？啊，全药对家己身体嘛无好啊，对吼。伊能减少这物件，继续搁较好，我甲你讲，伊当然好啊，对吧？但是要找着方法啦。要找着方法，
所以这个方法就是重要。所以咱等来在种植的过程中，咱虽然讲咱用这个自然农法，什么拢无用，啊，不过万一也是真正拄着虫、拄着病害的时候，咱到底要安怎？对啊，对啊，这是需要处理。我刚伫咧厝咧种一个芳草，若无无农药吼，哦，就甲安尼粉壳啊，就甲安尼。对。啊，找一个方法就来处理。我刚一丛我就顾甲会顾几个月。啊，你顾2公斤，顾10公斤诶。这才是真，我真好奇讲。所以你看，阮产业底草嘛吼，像早期吼，讲用人类板嘛，啊后来用用迄背腹式的割草机有无？迄个牛精神加较底。拍迄个沟边，拍沟边，爱用中根机。今麦阮用一台印影机，甲改做全自动的除草机，全自动的除草机。嘿，啊，这就是咱的进步啊。其实咱做主人农法吼，已经不是讲啊，咱底下呢，好埋着头做，好啊，咱要去看怎么做，了工啦。啊，怎么自动化提升效率？蔬菜吼，无我讲菜咧，采收，我即马报警采收，这种用机械全自动，嘿，啊，你的其他甲你斗阵种，伊嘛是安尼，伊嘛是全自动啊，所以你拢有教伊一套方式，是，啊一个 know how， 对，啊落去创，对，无对，对啦，安尼才是头路啦，是，工程吼，要带咱来去这四周围啊，嘿，洗一个，来看这布袋市啊，伊这吼，巴洛。这以早是1930年代，诶，红砖啊建筑物咯，对，这也算做历史性的建筑物。对，啊，你若来参尾啦、田中啦、宝岛这一线吼，这真趣味。对啊，来行。好，行，我带你来，行。伊这吼婆婆妈妈这阿公阿妈吼，我足熟的。走。来，咱这吼布道市啊。对。这个正手边，这是保安馆。对，保安馆，对。他做咱查一下，1976年啊。嘿。哇，但是内面有一个特色。对。伊就是南洋跟黄洋。嘿，对。这即马真罕见哦，大家来看一下。对。哦，啊，而且哦，这是信用中心。对。啊，佮加这算角头庙，你讲有观众朋友听。就是讲宝岛啊吼，伊较上早的时阵啊，宝岛是。咱来买这个较悬的这个土地吼，来做丁啊，所以其实迄个时阵就是有这以前吼类似那个篱笆吼，像围的概念，对，啊就是东西南北啊，这个环管差不多算是东边的东境啊，西境的话就是咱讲迄个大榕树。金秋啦，大金秋啦，大金秋那边啊，北边就是富美馆，富美馆，南边的话就是迄个普渡公坛，普渡宫啊，普渡宫，啦，哦，这四角围啊的角头庙啦，角头庙，这些首富甲杨富的，王爷嘛，对，哦，所以你看这是内营，这内营，然后这外营，对，这真久啊呢，这229年的。这个庙吼，我来讲吼，1户2落3万家是不单，是，我拄好万家啦。你万家1户2落3万家，你什么？排名第3啊，我们是北斗，我排名第4啊。我来讲，过去船是行到咱宝岛呢。是，这部分就是讲大家想讲，其实1户2落3万家是宝岛上咱排第4，是早期时阵迄个陆运啊，还不发达的时候，就是讲你一定是靠水路嘛，有船嘛，上早期是迄个浊水溪嘛，即摆迄个东螺溪，东雷溪，对，东雷溪就是为迄个上游，就是为竹山、竹山，然后一直经过北斗，然后下游的去 KO，然后往那个哪里往鹿港那边出海，再去啊汇合的罗瓦港，对，所以宝岛这就是以前是一个内陆的河港，集中的哦，所以这各乡镇拢来这来集中的哦，所以唔知宝岛哦是迄阵时真正的大镇哦。太多咱伫红砖树就咧看，你会讲，哇，即马这看起来吼，安尼整理啦，安尼水啊，内底清油啊，安尼吼，内底敢即马剩卖鱼啊、卖肉甲卖熟食一两档，但是我听老一辈讲，伫迄个上早期时，这是那不夜城。对哦，早期是菜市，是下晡市啊是鱼市。嘿对。
暗市啊夜市啦，这全台湾头一个有夜市的步道，对，知无？哦，来我那看，好，来阿姊，仁哥，来我跟你讲，你来红庄市场来保安管家，一定爱来拜一下码头。红砖市场自治会的会长，主题会会长，哎呀，是。阿姊，咱这档偌久啊？哦，侪年啊，有50档吧？有啊。对恁顶一地，对。哇！先带囡仔，就出来做生意。已经即摆囡仔在做老师啊，孙哦。孙已经做老师啊。嘿，对。哇，咱这拢卖一个肉松肉棒。哦，大家来这拜家码头者吼，会长哦，会长，自会长，会长哦，阿姊，感谢呢。谢谢。啊，听讲咱隔壁但是副会长哦。有来，副会长，副会长，卖照。伊讲今日吼，伊无特别自装啦。没，安尼就真水啊啦。对，真水啊。咱这单位偌久啊？我卖35年啊。35年啊！哦。仁哥，咱很多人行市场边啊吼，单位今日较少是原因是因为长迄个中原啦，这后啦，大家拢无台机嘛吼，进岛去啊。对。好，感谢你哦。副会长，副会长，谢谢。其实哦，伊遮还佫一个基地，这个基地是啥物呢？是，这就是伊地方创新的这个基地。是，我家己种植伫较郊区嘛吼，伫咱市场遮市中心，咱有一个空间，就是讲。无论讲是少年的啦，还是讲大家有要讨论什么代志啊？少年的，拢会来吃。你看这一丁仔，就可能是少年的，一丁伫遮。这明显啊！这不是迄个豆花店的头家娘，哎，这就是恁某啊！这阮说我们牵手的，恁牵手啊？阮牵手的，嘿。恁牵手？阮牵手的，牵手的。啊，这是啥物？这就是咱米索。你也做米索？嘿啊，对。哇，你真正是。你看手背范围偌宽，你知影？很多咱豆花店是讲接住青年青年登来返乡创业的一个机会。这做米索来，米索这安怎做？你甲仁哥介绍一下。对。这个豆。哦。嘿，这就是阮参一寡地方妈妈，大家做伙来做这个米索。这米索是用阮家己的双手做出来，无杀菌，就是活菌的味噌，乖的。哦，无杀菌的哦。嘿，无杀菌，对。哇，这就歹控制呢。歹控制是袂啦，因为我拢有咧甲照顾。所以啊，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啊，真面子啊，你甲照顾咧。对啊，敢若咧照顾迄个小 baby。有咧卖无？有啊，有要卖啊。喂，有咧卖哦。有咧卖哦。其实我补充一点啦，拄阮太太有讲，就是讲其实做这个代志。如讲做米索来卖这代志，讲实在要做，大家拢做一人会当做。但是太太就是阮转来这几年了，阮伫咧地方的生活就看见讲做侪妈妈有无？地方妈妈讲早时要载囡仔，中昼要顾时大，暗头佫要带囡仔，所以你有阵无时间上班。但是伊是毋是不爱上班？毋是，伊的时间做无完整的。所以太太想讲，甲大家训练起来，大家会晓做了后。咱早时啊3点钟4点钟，咱就做一趟的米索做起来，3个月就会当卖，所以甲大家时间化零为整。这是阮太太迄时阵伊讲，伊看到讲，伊想要做这个工课，做主要一个精神。所以吼，一口米索，你就想到讲，这个人会告诉人的生活哦。是啊，这真有意义哦。这桌面啊，这韭菜，嘿，这像种的，多少呀？哦，就是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的韭菜王子哦。韭菜王子，阿信啊，你是阿信哦？哎呀，哇，这韭菜花哪遮大蕊？对，这是李爽爽啊，这卢爽的。卢爽的啊，这一年开一届的啊。哦，伊这味足重的。这味足重的哦。甜的啊。哦，袂遐乖。袂遐乖啦，这个月花啊完全无共啦。哦，迄月花啊，迄袂使。这就是迄种的啊，韭菜花这 LV 等级的这韭菜花啊。哎呦，这个我这了这是炸的。这了超过1000了。哦。这就赢，拜托开落去。你种偌济？哦，我种差不多2架啊。2架？哎呀。哦，莫怪这王子呢。
你皇上啊呢？无啦，我未登记的啦，还未登记哦，对啦，还未登记哦。嘿啦，啊，你这拢交倒位？四界，咱全台湾四界。啊，交巷口啊，交溪湖，交西里啊。对，四界交。其实吼，伊甲咱小解讲吼，其实规个东犁溪的即个流域，哦，嘿，南北二环拢有，总有咧种，总有咧种。对，对丽水开始，来我来你介绍对丽水，啊，啊来，搁来社头、田中，嘿，吼溪州，啊，搁来就是宝岛，啊，吼猪头、参尾，啊，搁出去溪湖、埔盐，哦，这规条拢有咧这种。土壤拢迄个沙土拢对，拢啊，总乌土是迄个的，乌黑泥。哦，哦，乌土的。啊，这孕育出来的韭菜绝对嘛是甲北部无共款的风味。你看吼，这一板吼，偌大板，你看，这一板，对不对？你台北买迄韭菜太假的。哦，袂使安尼讲啦，我这专业的，这专业嘿啊啊，是，对啊，我这专业的。搁遮长，啊内面啊搁遮青笑对。我来讲，你台北我甲你真的，你是啥物饲啊？啥物足有名的啥物饲啊？拢遮倒。啊，这口甲这后面搁有汁，这我捌，我有讲毋对。无，你讲了无毋对。是。啊，咱其他的人来遮拢是咧创啥？其实这是一个咱的工作站啦，吼，啊，咱伫接触有这个工作站，就是讲，无论是讲咱有点少年的啊，还是讲店家要讨论什么代志，拢会来遮讨论。啊，这个所在你有一寡资讯啊，也蛮可能一家啊，大概都会成为一个像说资讯的汇集站的概念。哦，譬如讲咱办运动会，你来遮来处理来。对，这是你看像刚写的，这应该手嘿。哦。灰主啦，吼，韭菜灰主，这是阮迄种的，这是韭菜王灰，王灰。阮来卖衫的，啊，烫掉关大的，啊，然后换做好的，搞做。你讲烫掉，我才，我这公司呢。我想讲，马上，咱这个频道的时间到，频道的时间无够。无，阮10点报出，10点报出，我给安尼会使吼。啊，两位咧？我是咧做民宿的。恁家咧做民宿？因为宝岛田中宝岛产尾啊，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的啊是伫宝岛咧开民宿，还是产尾？伫产尾吼。产尾。啊，几间房？我4间房。哇，你真歹甲恁注文吧？那是田中马啦，你这毋是迄个妈祖的妈吼，马拉松的马。田中马。爱用早，爱用早。无法度，一定爱用早。你加开几间？继续努力啦。啊，恁家即所的这个，恁拢平常时拢大家有斗阵？斗阵咯。因为阮有一个咧忙做伙，大家吼互通有无。啊，是通啥物有甲无？是通啥物物件？比如讲，伊帮你斗过。总个啊，就是讲啊，阮有一寡物件会使寄过，还是讲啊，阮有一寡就是想法会使做伙来分享。做伙来参详。因为其实你要是敢伊讲种这，伊韭菜开花的时阵，咱入去收门票，迄钱可能比卖韭菜较济。观光啊，农业观光啊，观光农业。哦，所以你有咧做韭菜落园哦。韭菜花开啊几片，对，白雪雪。啊，阮顶头放一寡就是会使互一寡迄网媒，还是讲一寡人家翕相。哦，有影，我伫桃园大溪嘛看咧韭菜花咧开。伊即马当咧办，啊，阮今年将办一年。7月是一个风台啊，园拢扫掉。7月8号迄届做大天啊，行倒来，3天3暝拢无。所以最浓的也是吼，红叶爱多元发展才会使。对，无唔对。我听讲前几日来恁遮办这个运动会，对无？对，是。咱来园仔来看卖，好，看伊遮啊，这个种这个豆啊，大豆，啊，咱来种法。对，是。来，你来看。讲出发带你来，咱的产区无论什么时阵，应该拢爱想办法来产生这个经济的机会。所以，阮迄想就是讲，来咱设计一个运动会，大家入去内底来走，来搬，啊，这个过程了，除了讲，其实运动真的会健康嘛，流汗。第二个是你也知道说，咱伫产区内底，好菜呀，咱食后盖食物件是真的要很懂得珍惜食物怎么样。阮餐厅的物件会用你的豆腐哦，还是讲民宿讲，讲真，你做迄个豆渣，做迄个清洁皂，阮旅宿不会用这个清洁皂，对，就反而是建立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的概念。
看老一个买细罐，内行的买大罐。大干较有压，较有压。你主要新鲜的，啊嘛有做这个保具的。对啊，对啊。是安怎在做这个保具呢？因为咱做新鲜的豆奶嘛，豆腐这很食，绝对好啉好食。咱来遮做食农教育的，遮的阿公阿嬷也是家长讲，哦，这我要买豆奶，啊，就甲迄个冰箱门拍开，摕6罐豆奶出来要结账。我讲，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咱摕保冷袋来缀好不好？伊讲，啊，这保冷袋。我讲，哎呀，伊就6罐就放回去，因为他们有马上要回家嘛，所以我就点来看就讲。啊，咱的物件做甲遮好，但是一定爱冷藏，才有法度摕转去，是不是？当讲做常温可以做保久，咱再来做这。哦，这一罐偌济？这几罐一罐100块。你有够袂晓做生理的。他真的好。对不对？这经过咱台湾新干界，变做一罐200块。无啦。我这吼爱有这个价值性。对，是。哦，啊，另外。你还去做真济项啊！这是啥？你卖这？这是什么？你知道？来，看看这个一小小的盒子，对不对？很漂亮，很可爱。这是在做豆腐的。哦。所以你也是讲买咱新鲜的豆奶转去，哦，1.5公升，咱就用来做豆腐。家己就去结啊。嘿，家己用做豆腐。啊，这回去哦，这你转去哦，一处理做这豆腐做起来，你啊很食过这很做的豆腐，你就知影讲，哦，豆腐原来这好食。你就是这呀，对，这硫酸钙矿石。哦，用这硫酸钙。对。啊，这包咧？啊，这豆花。哦，对，这豆花啊。豆花，咱个内底佫有加这个含脂粉。哦。啊，所以咱若新鲜豆奶加热，这冲了，就一碗一杯豆腐啊。这有汤哦。对哦。啊，这乌干啊，这豆油。嘿，对，这豆油。啊，这是黄豆，啊，这是黑豆。嘿，因为咱豆啊拢有嘛，对吧？所以做者人客就讲，光进咱迄个买你的豆啊，吼，啊若啉你的豆奶，啊，搁做这面，啊，敢要做一下豆哦，这面呢？黄豆面。嘿，哦，这黄豆面这高大面呢。对，因为咱一般讲米拢讲啊，这淀粉太多怎么样？它这个里面有15%的黄豆添加，啊，所以呢，你在食这时，你看蛋白质，啊，搁有纤维，对吧？啊个淀粉减量，对吧？很健康，很多素食的朋友都很喜欢。这未属于豆浆机呢。是。啊，这啥？哎呦，这是那你用奇怪，恁这是你不是咧种豆啊？种豆你还去挂人的回来卖，这不是哦，这是安怎？因为咱做豆腐，你知无？做侪人讲，这豆腐敢若食安尼无味啦。我讲这蓝豆油，哦，这蓝袂歹。讲恁敢有辣椒？啊，我去外口找一个。外口的辣椒哦，我食袂下，所以我就谈一个厨师哦，叫伊甲阮开发这椒麻口味的。啊，这唔是讲干那混好食，你转去吼，你用一个鼎啊，你豆腐切甲倒咧，这个开一汤虾落，滚个20分钟，泡1个晚上，就是麻辣豆腐啦。这手真熬创，我讲创新就是真熬创就是安尼，欠咸的就做咸的，对啊，啊这欠菜就来做啥物？哦，啊这还佫有这能量棒，无这乌豆这乌豆茶。哦，这豆啊吼，补肾呢，对，补肾，哈，很固本培元哦。哦，啊这来豆鲜棒，啊这是咱是咪做豆奶做豆腐，唔是磨豆奶有迄豆泡对无？豆泡较早拢讲啊，送互人别人啦，要创啊，要去做产凹做肥。我甲你讲，咱这工厂生产迄足济啊，所以咱讲啊做这饼干。哇，这安尼就1、2、3、4、5、6、7、8、9、10、11项呢。对，11项。哇，我来讲，无得较满年来，是，变成22项。 22项有较济，愈来愈熬出。有可能哦，因为我甲你讲，其实足侪人客伊会来阮遮，伊甲阮讲，阮欠啥物，你有机会甲阮做。像阮即摆搁做一项哦，叫做用迄豆渣去做迄个永续肥皂。因为咱豆泡你知哦，以前呢，咱迄个电视头前的这些观众应该有用黄豆粉洗碗的，吸收油脂有皂素，所以做这个肥皂，咱豆泡会通哦。嘿呀。 而且是休假太太很环保的哦，很环保，而且黄豆有自然的油脂，对皮肤会滋润。讲到环保吼，伊家有咧做环保教育啊，对啊，环境教育，环境教育，后面吼，嘿，后面来了一群阿公阿嬷哦，对，吼，
这我头下就讲啊，唔那是阿公阿嬷嘛做神农教育嘛，做环境教育。环境教育。啊，因是咧上什么物件？因咧上什么？因今日吼就来啊，他都会去红砖市场那边跟生实境解谜啦，少年的。这流行哦。因为你看，咱即摆导览讲哦，你来听这听了讲伊无趣味嘛。我会出来的密室逃脱的。会使哦，我规间甲吼看起来。来甲看卖。好啊，行，因即摆会这样的教育。即摆可能开始要，唔知要做导会啊，要做导会。要做导会啊！来看卖，来看卖。首先，当然先问一下，请问做豆花需要哪3个原料？来，摇滚区的一定知道吧？豆要有红豆啊，水啊。啊，你有做过导会无？唔捌嘞，唔捌咯。一个好落去，一个好落去哦。啊，好落去哦。哦。啊，冲落去。安尼就可以啊。好，来，拎落，好大。安尼伤优秀啊。安尼伤优秀啊。卖叮当是伊人卖叮当。袂使甲叮当。阿姐啊，咱对倒来？对保养。对保养哦。中华，我知影中华保养啊。诶，我刚才知影中华保养咧种花菜啊。啊。啊，花菜。啊，恁他规旁人搁去市场创啥物代志？那个是寻宝。去寻宝哦。对啊。啊，有找到啥物宝哦？4个窗户，4个石敢当。哦，20个桶啊，4个石敢当哦。哦，啊，拢故事就对啊啦。哦，啊来遮食豆花。哦，啊就趣味哦。规早起来遮吼。哎对。哦，啊唔当叮当哦。好，谢谢。哦。这冲落去吼，一鼓作气。啊，是安怎安尼灌落去？伊较跟下面凝固剂开始混合啊。啊，袂使拉吗？袂使拉。嘛袂使拉，安尼冲落去。对。哦。然后呢，咱外口啊，一般迄个买豆奶，你做这做豆腐做袂起来，做豆腐做袂起来，因为浓度无够。对。啊，佫无够。对，一定要是这种高浓度的豆浆，我们这种9.5度的豆浆。啊，才有够吼。哦。啊，即你有听哦，用这才有通啊结做的豆花啦。哦。赞哦，哦。啊，听讲咱社区啊，佫咧种竹米。哇，种稻啊。做切啊？种稻啊，咪竹米。竹米。然后竹米米。啊，竹米米。还有个五星面哦。五种设计啊。对，但你可以访问阮的李处长，甲阮总干事，伊都也来介绍。哦，安尼过来通我来做一集哦。对，会使。哦，所以保养我唔那是花菜尔啦吼。我听我还有人咧。OK 啊。火龙果。哦，火龙果也有哦。哦，咱社区嘛会当来创新一个呢。哦。因有一个最厉害叫五行面。哦。看起来我通搁创一个咯，吼，搁创新哦。感谢。哦，谢谢tomato，哈，谢谢tomato哈，哦。啊，迄公众啊，讲来遮搁做迄个环境教育吼，规个早起讲。看到什么环境教育有甲恁讲啊？讲气候啦、水文啦、历史啦，安怎呢？有好耍无？好耍哦，赞吼。好，啊个电视机的观众朋友讲啊，爱来哦。哦，啊来到底来讲吼，台湾新安改。赞。哦，过来一摆哦，台湾新安改。赞。哦，谢谢。咱即摆是休耕了。对啊，你看，伊咱即摆产业无豆啊，对无？但是很多人有讲嘛，咱若无豆的时阵，对无？咱能做啥？办运动会啊，对不？所以咱产啊就，咱产业全无豆啊，咱嘛爱来想办法趁钱啊，对不？哦，就是安尼啦，发挥多元价值啊，对不？你一年休耕超偌久？一年差不多5个月。5个月，对。啊，所以我们通常是会夏天这个时候啦，因为当尾的时阵采收了特别过年，迄时阵就较无办活动，较无啊无用，所以夏天7、8、9月加咱都会参与的办。啊，所以遮后节过是白，互大家来了解讲，
哦，这豆腐、豆奶安怎做啊？对，因为咱毕竟是一个做黄豆的大豆的食农教育的农场，所以你看豆迄边安怎种做生长的过程，啊，这就是你看豆啊，所有产品，所有加工的方式，足侪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应该看到讲，哦，原来这拢是豆啊做，嘿，那就有这个大豆饮食地。哦，对。啊，这生产的过程。生产的过程，因为咱已经食到豆的是唔知伊是安怎来，你看伊种落去出芽，然后叶啊发出来开花结豆芽，3个月过程就是这生长的。所以一水差不多3个月。3个月。所以你一年差不多几收？2收啊！啊，你看差不多3个月，差不多五六个月就是休耕这样子。啊，不然你马上想办法了，像安尼吼。系啊。练棍头，啊做运动。对。哎，这少年的有影有卖啊。对吼。感谢。好。其实哦，咱台下正经那种讲啊，你都办运动。对。你办运动会是你变啥棒？你做豆花你变运动会。很多人哥有讲嘛，咱做自然农法，你知影吼？啊，其实已经咱的种植的修行已经无咱一般惯性较济啦吼。就算讲咱绩效较好，其实讲实在，嘛是一个做较无遐简单做的。对。所以咱所我想法就是讲，咱的产区无论什么时阵，应该拢爱想办法来产生这个经济的机会，对吧？吼，因为咱产区咱国家遮好对，除了种豆了，是不是当互小朋友讲入去佚佗？但是我即摆来讲，来，即摆咱大家来田里佚佗，大家听到就讲哦，这我爱，足热的哦，用到规园区哦，还是要算啥物？对，你感觉无好算啦，所以阮迄想法就是讲，来咱设计一个运动会，互大家入去内底来走，吼，来搬。就是咱产区要做的工课嘛，咱伫咧田里种植时，有点爱耕物件呢，爱拖呢，爱搬呢，对不？而且工课该设计成比赛项目，甲放喺内底。哦，参与的人哦，嘛有当体会，嘿对啦吼。有人讲哪只拖无？我讲，你知影讲一田里做工课偌辛苦，啊，这个过程了，除了讲，其实运动真的会健康嘛，吼，流汗。第二个是你也知道说，咱伫田区内底，咱这日头恰洋洋，咱食后盖食物件时，真的要很懂得珍惜食物怎么来。旱地禾下土，嘿对啦，水地半中孙啦，粒该辛苦。对。但这粒是黄豆粒，对。但我看吼，是，你这所在，对，除了这个办运动会以外，你有经过这个过程，你有感觉探出什么商业的气息？因为吼，咱坦白讲，我采访过真济，我足惊讲，敢若理想，真文青，吼，趁袂付钱，吼。搁要做足济工课，是，规工敢若干路，后来就系这个斗阵的人愈行愈散，愈行愈散。你有体会讲你用什么方式甲靠斗阵？我的做法是安尼啦，就是讲，因为咱种豆啊嘛，咱做加工嘛吼，咱家己发展这个食农的教育，吼，大家来遮佚佗。当然，这个部分就会产生着咱的这个经济的收益嘛，吼，这是对咱家己本身。所以你看，咱卖豆啊会当有收入，卖产品有收入。咱就算无豆啊无产品时，咱做食农的教育，带大家去熟悉咱的产区，熟悉咱这产品的糖草，这嘛会产生这个经济收益。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叫做6级化的这个收益。第二个部分讲，我们跟区域的大家怎么合作？咱除了家己做，咱以田中的朋友啦，以水的朋友啦，产播的朋友，我们怎么串联在一起？我本身的是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基地。我们今天有铝塑业，有这个园艺业，有这个制造业，我们就把大家串在一起。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啊，咱有这个民宿的朋友，有啥物来你来报到佚佗，哇，佚佗一天，往民宿你加住一天的钱，加工你能够伫产尾搁省一天，就是大家安尼夹起来，产生更多的机会。我通常安尼做的时阵，其实都有人讲啊，你加做这吼，加做这无用是无唔对，但是我的想法是讲。咱若愿意安尼做的时阵，其实其他的朋友、其他的单位看到咱安尼做时，伊嘛会讲，对哦，阮的物件会用你的豆奶哦，阮餐厅的物件会用你的豆腐哦，还是讲民宿讲，
讲紧，你做迄个豆渣，做迄个清洁皂，阮旅宿可不可以用这个清洁皂？对，就反而是建立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的概念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对。你这经营过程当中吼，是，你即马员工几个？我即马有6个，6个吼，6个要启用是不简单的。不简单啊！我家己个生4个小朋友。这算半个员工的意思。地方创生啊，对，地方创生啊，嘛要生啦。是啊，最重要的啊。你家回想这8档，你等来8档，对。对，开始一无所有，等来处理啊，做。你感觉上大的挑战，若是有志一动的人，要登去因家己的故乡，对选择什么？要种做啥物，还是讲要做啥物行业？乃至到讲后手的经营啊，腾开要做一个平台，你有啥物建议？我的想法是安尼，就是讲，大家都想讲好啦，我等伊吼，就甲杀落，就开始做。但是我感觉这个代志足危险。上好的做法就是讲，你先找一个所在去学习。例如讲，有啥物我开迄间豆花店，就是要返乡的这些青年吼，互伊去知影讲，你做文青吼啊。店头足水吼，菜单足水，嘛无一定有人哦。其实你落去做时，你就知影你爱经营啥物。你行过时，你嘛爱好喙呢，毋是讲我豆花足好食，人就爱定甲你买。所以这代志就是要互伊学习。所以同款代志，你也有青年啊，要返乡、要创业啊，要从容同款。我感觉不要急，就是讲先找一个单位去学习。你有讲你要种好，你问来找我，讲大哥，我想要学种豆啊。所以你这拢有找个师傅的？我拢找师傅啊，真的啊，我就是找师傅安尼学啊。但是我跟你讲，因为我行过这个路，我知影，我定下讲啦，我会当安尼做，我算是真的很幸运，也很谢谢大家给我们很多支持。所以我现在讲，现在如果有人这么做，我会建议他可以一步一步来学。像我即摆嘛咧甲大家宣传，就是讲你也有想要做豆腐的，要开这做豆奶的，你来和我联络。阮有机械，阮会甲你斗3工。但是你唯一的一点爱用阮的豆啊。对，你免讲我开钱，先甲钱开落买设备买落去，我甲你讲，你后来每一个月你就开始烦恼啊。我甲你讲，我家己自厝的煮吼，惊规桶拢菜拢害去的，但是有啊。对啊，所以我讲这个过程怎么开始从学习，然后学会经营，才开始做合作传。把你爱一步一开。对，急不得。所以你豆腐也特别去学呀。对啊，嘿，豆腐嘛。其实我甲大家分享啦，我即马后壁一个这豆腐的工厂啊，做豆奶做豆腐的工厂。但是我转来时阵，唔是第一个就用这，我是先种豆啊，开始种豆啊，去参加市集啦，啥，那拢卖出去啦。有人讲，你这少年，你这黄豆啊，等于要煮甜啊，煮咸的，哇，你咧要煮汤啊，我讲这唔是啊，无啊，因为即马大家足少人买豆啊，伫处理咧下豆奶嘛，所以大家唔知要怎样用，所以迄个过程当中，我才知影讲，原来豆啊。在台湾，你要加工啊，所以就是孔子讲咧讲啊，昆字後學，是啊，學字學字，是。我感覺這個過程是一直不斷的學習，一直不斷的修正，大概是呢，這個過程最重要。其實做這個代志，我唔是講，人安尼做吼，我對伊安尼做就會使，因為無同款的地區，無同款的。这个整个经济的情况、人口结构都不一样，对，所以我这是我这几年来最大的一个心得啦，安尼，对。啊，你这办这个运动会，是，你有一个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目标，讲以后我，是，要继续办落去，要做到什么程度，有一个导向，要互大家更较侪探去到整个中华关，还是讲？你有什么想法？好，一个愿景的对啦。其实我讲这个，像当初这个想法就是讲，因为阮这个所在土地名叫做溪地，阮阿公的时阵就是来遮吼来开垦这个地方。所以我迄时听阮爸爸讲，阿公迄时阵吼来开垦的时阵吼，家己产地拢爱顾啊，所以厝边啊，大家拢会来阮的迄个广场练舞、练拳头，为什么爱守卫村庄？我想讲，对啊吼，咱产区咱休耕的时阵是毋是这个代志？
那也换一个思维。那有些人咱今嘛没人滚逃，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运动强身健体来做这些事情？这是我第一个的想法。啊，第二个他都要人哥讲，你后边各走，你有什么想法的？我的想法就是讲，其实运动这代志是大家都很需要，健康的食物、健康的身体，然后适当的运动。所以我在想讲，这个活动啊，继续甲办落去，我希望伊变做咱中华关后来。每一年的时阵，大家都想讲，田野农村运动派对吼，一起的田野障碍赛哦，大家拢会当去遐佚佗，去感受土地，感受大地。即摆大家拢知影田中马吼，田中马拉松，对嘛吼啊，是不是用北斗吼田野李林高水路？嘿，对。咱田中步道吼，田野运动会，对吧？吼，是不是？这是我一个想法啦。当然，即摆是都开戏嘛，可是我常常觉得说。就是要敢想象，如果连想都不敢想，怎么做，对不对？好，对，所以我就觉得，就身旁的这些青年朋友说，我们一起来想，我们一起来做。那是产品的，如果你你整个这个规模是要放大，对，其实看起来真济哦。对，无对。你家己认为目前你爱突破的，对，爱去努力去升级的所在是啥物？嘛，互大家一个料想讲，那必须佫要当大人，产销啦、通路啦，安怎？我是感觉讲，阮目前在种植的过程啦，吼，即摆慢慢找到一个合作的农民哦，大概是想要你去来种哦，但是咱拄到问题是讲，好来你种的豆啊收起来的时阵，咱若无适当的这个冷藏的仓库储存的空间、运转的空间，你无法度啊，因为豆爱冰啊。它要冰才能够保鲜，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大的空间的通行的仓库。对，因为即摆你看，我甲一个农民、两个农民、三个农民、四个农民来契作嘛，收回来物件，这些农民伊用日晒哦，好伊没有挑选，这个用全自动化，烘干又自动筛选，这个讲伊卖，我收拢互你，我拢无要用。所以我收回来豆是不是品质就无同款的？所以我今摆要做法就是讲后边我有一个比较大的储存仓，一个筛选厂，可以把后面的品质全部均一，对，均一。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后面做加工、做加工的时候，这品质会较稳定。第二个是咱送出去，提供给所有的这通路，还是讲制造商的部分制造品质拢同款。我感觉这个部分是接下来在品质上要努力的。那在加工上面，加工这边咱有做导游啦，有做米啦，做冰棒啦，做保久的豆浆啊，这个我们都已经找到很好的合作厂商。其实如果需要的话，我们生产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这下落爱有伴。对，对。家己要往前行，加落去做了。对啊，一定。但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其实。咱电视前这些朋友，你也听到，你会讲光剑咧无简单。但是我要给大家讲，你要用一个最小的行动开始。你无一定爱做就大啊。你讲冰棒，你无一定讲一个做1万支嘛。你想不想找着讲一个做500支的开始？咱能试卖啊，核心我们再继续把它往上啊。有人讲咱做这个冰棒是不是一开始得爱品牌设计啥？我讲你先做出来，你在小小的开始试卖，如果真的有了，你再往下。这样比较安全，比较稳定。对，困字啊，不是困哦，困难的困难，困字后学啦。你拄到困难了，当解决，但是上重要要去做。对，无对。这电影创新才有通爱先创。爱先创。对。嘛爱生，就你爱生4个。对，没错。但是即摆因为你安尼，更较侪少年来。就是。应该讲啊，我就甲我的经验来分享嘛，就讲咱要做安怎做，咱拄到困难，咱嘛有机会甲大家讲，大概至少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就会少很多迷失的过程嘛。像讲你有讲咱有机会啊，有旅游节目甲咱报道时，咱嘛应讲咱边啊嘛有做，嘿啊有一单咱嘛应该伊啊，对吧？你看那个站尾有啥物花园，有啥物咱就来讲。这样就是一起去合作，这就是种斗气啦，对。所以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安街，一粒小小的一粒黄豆，变做一个事业，变做一群人，变做一个地方，甚至甲宝岛过去的历史有连结，对，这是真正的经济是
是全体，全体，唔是讲干那做这，因为过去咱咧疗伤讲啊要做啥物事业，啊安尼冲，其实来到这个地方，无吼，拢走去遐都市，走去遐某一个工业区吼，地方才能空虚去。对。哦，咱在恭敬的这个故事顶头，就让知影讲，哦，这地方创新是这个哦，现在真欢喜。来到咱节目当中吼，看阿嬷。哦，大家这食农教育，其实唔是看阿嬷尔啦，哦，少年朋友啦，来遮啦，小朋友嘛有啊，好的小朋友这边来遮学习啦，所以大家来报道，才公平，对，哦，因唔拿单来甲你做导花，啊，互你看其他甲咱所有报道有关的代志，世界万能台用伫咱台湾新南台，感谢，谢谢仁哥，谢谢，感谢。谢谢。